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公司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宝林地市食物中毒案个团烧，全台湾计共已经有28例，台北市今仔个新增加6例，其中1例是食着咖喱的料理。台北市树林一个工地中岛怪手在拆羊皮厝，结果2楼放弃去缀着怪手，驾驶当场死亡。路透社指出，咱国海军司令邓华后礼拜会去美国夏威夷访问，这是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交接典礼。新闻一开始来看，台北市又搁发生公安意外，树林一个工地今仔中昼请怪手在拆样品厝，结果厝放弃去缀着怪手，怪手的驾驶当场就互地死。台北市政府嘛要求工地得爱随停工，嘛先开出39万的罚单。这件意外初步了解是在拆厝的时阵，羊皮厝的2楼涂骹向放落来哦，怪手未扶闪，佮互地着，怪手的驾驶当场死亡。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去现场了解，台北市建管处是表示，工地地基目前是无下陷，对附近的建筑物嘛无影响，安全目前是无问题。再来看宝林地市食物中毒案哦，个团烧，全台湾计共有28例，台北市今仔个新增加6例，其中的1例哦，伊无食鸡仔条，是食咖喱的料理，身体无爽快。卫生福利部的处长王必胜是表示讲，这个案已经采检得化验了，嘛强调讲哦，目前供应商的鸡仔条检验是拢无问题。宝林地市疑似食品中毒案件一直拖到30下晡5点半，全台总计通报28例，包含2例死亡，5例伫加护病房，2例一般病房，19人等于厝休养，其中台北市是增加6例。再增加了6个案例，那这6例当中，5位已经离院，1位在一般病房。其中台北市一个37岁女性是伫宝林寮货店食咖喱冷冻，并啉茶了后出现落屎，想要吐，无食几仔条这食品。卫福部处长王必胜讲，个案已经接受采检，研判应该是无相关。动物专家严宗海是建议，包含咖喱调味料、咖喱灶点拢应该全面来化验。另外，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29号稽查远东百货 A13 美食街27间业者结果。12家业者是合格的，然后呢，3家当时是没有营业哈。那有3家有卫生环境的缺失，那另外9家业者呢是行政上的缺失哦。那如果他没有在我们限定的期限之内做改善的话，我们依照食安法可以开罚6万元以上到2亿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台北市卫生局要伫1个月内对37间百货公司美食街全部来清查。另外食材检验部分，王必胜讲，对家检验供应商下游10个几仔条样本，拢无验出比价均酸，暂时无扩大现象。远东百货甲大10大公司是公布，宝林地市信义店退钱的方式，3月17到3月25捌来食物件消费者3月1开始用到远东百货信义 A13办理退钱。记者综合报道。宝林地市食物中毒一案哦，验出咱台湾头一个米甲菌酸，也毋过农业部是强调讲，咱台湾的土肉是无受到污染，目前哦国产的食材安全无问题。工会学者何美香嘛指出讲，若说即届哦的食物中毒是材料出问题，厨房应该会当找到病菌。宝林地市案件当中，目前死亡甲中毒带院的人检体拢验出米卡菌酸。米卡菌酸是由糖厂铺博克斯菌的亚多阿型产生。农业部表示，自古农业部研究单位调查专家确认，米卡菌酸并不存在台湾土壤环境，国产食材安全无问题。会产生米酵菌酸的这个是不是那个糖厂铺的博克氏菌？在台湾应该有4个亚种，好。那4个亚种，其中只有1个亚种，就是椰毒吧，应该是椰毒亚种这个部分，才有可能产生这个米酵菌酸。台湾的整个的一个植物的生长跟土壤并没有发现到有这样的椰毒亚种。伫案件当中，怀疑被污染的几仔条这食材，目前拢无检出米甲菌酸。工会专家何美香分析，产生米甲菌酸的糖厂铺博克斯菌是存在食物当中的细菌，其中各只有少数基因的菌种会制造毒素，宿主也毋是人类，毋过会透过食物传播，毒素可能也伫灶骹内底。细菌里面呢，只有15%带有这个有毒的基因，带有这个可以制造这个毒素的基因。植物的病原体，它是生长在土壤自然界的地方，对人治病
是一个意外。也有可能是它的原料在它进口或者是哪里取得的原料，台湾的原料的一大部分都是进口来的，在源头上面就有一小部分受到污染。专家分析，糖汤普博克氏菌在温暖调节、经济智能上的环境，对带下出米加菌霜，是为供应链是全球流通，目前也未当排除是保障进口食品大失败，应该赶紧一定要找出污染源，避免后续在台湾经济生态链直接定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606处的民利号往台东的观光列车，伫早起10点半经过花东线光复乡的大专里滨高道的时候，可能是之前工程有一段时间用的钢铁的轨道，大河等伫铁基路的边仔，火车启动着，嘛耽误着后续7班的列车。那经过铁路警察搜证后，再由公务单位在11点42分将异物移除，没有任何人受伤了但总共影响7列次305分钟。台铁指出，检查发现讲列车第2车头的电瓶挂后受到损害，也毋过是无影响。公务单位嘛，佮继续检查，到早起11点42分，确定讲无佮有其他物件，才恢复通行。这台火车是坐70个人，加载拢无人受伤哦。警方指出，可能是之前工程时间用的更贵，离铁基路上过近哦，才造成事故。也毋过详细原因爱佮调查。再来看台中市有一个查某老师为着要降血油，自年开始才有国家认证标准的红卡的健康食品。今年1月初伊身体无爽快去病院检查，发现讲败肾。前几天伊嘛收到药局的通知，讲伊这的红卡药丸有用到日本小林制药，恐怕也是有问题的红卡。台南市卫生局人员到生技公司了解红卡原料封存状况。3间生产红卡产品的生技公司主动通报，有表或者是用日本小林制药公司卖红卡原料，相关有机类原料、半成品、加成品拢自主回收。不过台中一个女老师，疑似食其中一间生技公司生产的红卡产品，差不多食半年时间，结果油脂就出问题。肾丝球过滤率偏低，那时候大概是54%，但是有跟他做一些过去一些病史的询问，发现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会造成这种肾功能突然下降。医师表示，这老师今年47岁，1月初3身体无舒适，看医生检查发现油脂丝球过滤率只剩54%，所在上过低，迄时阵找无原因。结果老师伫3月治疗受到药局感染，表示伊进前食红卡产品成分甲小林制药红卡有关系，伊才感觉是毋是都是安尼，才造成油脂功能无正常。我觉得，既然有小丽人的认证，政府应该要把关这一段。这个关卡，因为我们是相信政府而去选择这个食品，可是现在食品出了问题，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有，就是对我们消费者要有个保障。是台湾在地的这个厂商，那无论是说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也会积极的协助，然后了解这个状况。台中市食安处已经协助完成食药署健康食品非有机反应通报系统的通报。产品业者已经自主通报，产品都已经停卖。食安处会密切追踪食药署审查进度，佮继续关心病人健康的情形。根据卫福部食药署统计，到3月29为止，全国已经有210项红卡相关产品由业者主动有风险回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大发工业区附近第29线今仔早起自来水的管线破去，嘛造成超过10公尺长的路面损害。本地是先单线通车，也毋过下晡已经修好了。自来水公司也表示讲，民生用水是未受到影响。马路中央的双黄线因为路面歹去，当作过路仔，范围超过10公尺。边仔阁有一位陷落去，出现一个积水的大坑。30号下早4点外，高雄大发工业区附近的第29线河堤路2段的路段，路面歹去，中油人员赶到现场了解状况。无用气体检测是没有气体泄漏啊，所以它自来水
它破裂，它没有造成任何我们那边管线破裂。而且无气体外漏，是自来水管线破气造成。现场的警方又去封锁线，管制歹去的路段，采取单线双并通车，避免有车辆发生危险。自来水公司嘛紧急关掉管线的阀门，防止漏水的状况继续扩大，而且调派维修人员和包商出动大型的机具，挖开路边换水管。它是一个早期埋设的一个塑胶管线，那当然这附近也有一些重车的碾压，那加上它的时间也比较久了，所以说才造成这个漏水。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检讨，来尽快的抽换。自来水公司表示，这条水管是老旧的塑胶原水管线，送水到科潭水厂，破气的管线关掉了后，已经用其他的路线代替，民生用水无受到影响。记者李雪比较关高雄报道。来看，又有中国的无人机扫了金门的里打岛哦，有中国网友抛出空拍的影片，讲是伫29下晡点外去的。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今仔是表示讲，画面是里打的守备队伫咧载货运补，无人机是伫正远的所在翕的，阿兵哥无注意到。面对扫了，国军会来加强防卫，必要的时会反制。里打岛伫空翕机的镜头下，拢看甲清清楚楚。三面主机统一中国也翕甲真清楚，中华民国国旗也侪摆拢翕到。中国网友打出一影片，讲29下晡1点10分所翕的画面。影片内底看到国军行来行去，摕手机行路，抬头看这镜头的模样，拢翕甲是一清二楚。有金门的民众烦恼，国军是毋是螺丝拢松去了？我觉得有点离谱啦，是不是螺丝太松了？我们这边应该有相对的一些反制措施，或者一些那个防范的一些办法。里打岛有国军伫驻守，离厦门7海里。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讲，画面确实是29下晡，里打守备队这批运补下载画面。研判这空翕机是采用远距离来翕的，而且位伫这日头背光的方位，官兵无及时发现看到。少数非理性的大陆网民采取此类挑衅举措，极易引发误判。提醒大陆相关部门，如无适切管制措施，进而造成对立，对区域的和平稳定绝无助益。针对中国小型商用的无人机骚扰我们的离外岛对国军来讲确实是很困扰，也是一种新形态的威胁，我们必须严正的来因应。这影片的标题是讲国军士兵和大陆无人机行甲走了了。有国内网友讲，俄罗中华民国国旗真水，也有人呛声讲是倒位有人走了了。警方部指出，对着相关骚扰的事件，除了继续要求加强来监测，也以自我防卫的原则，看这个威胁的程度，采取亲像反制在内行动，确保维护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讲咱国海军司令陈华后礼拜会去美国夏威夷访问，出席太平洋舰队司令交接典礼哦，嘛来讨论讲台美要安怎来加强合作。共军一直交代，国防部30公布查到共机8台、共艦7隻，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这个时阵，路透社报道，海军司令东华要伫后礼拜访问美国夏威夷，出席太平洋舰队司令交接典礼。搁要伫中国相关对台威胁的时阵，讨论安怎加强台美双边的海军合作。搁要研究参加4月7、8伫华府附近举行的海空甲太空研讨会，有希望甲美国海军作战部的部长弗兰契蒂会面。所以台美两国高阶人士的这个互访就会越来越频繁，来增加这个应对中共扩军的这个威胁。学者分析，进前海军司令去美国夏威夷参加军方典礼已经有先例，这件代志也代表两国互信。不过因为代志较敏感，台美官方拢无加做讨论。5日控制要到啊！正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萧美琴29下晡访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全面了解咱国国防科研加国防自主的进展，也希望和台湾自主防卫的能量会当更加强大。它本身就可以侦测。国防部4月7日要去立法院报告国防自主政策推动具体效果，也甲未来的目标。立委是关心各组战舰的进度，新时代战机研发者议题。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因为后生卷入性教育风波，虽然请辞，不过互人慰留，已经向立法院请假，就惊到时阵质询的时阵失去焦点。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开始受到风面的影响，水汽变侪，中部以北天气是真无稳定，雨水嘛较侪。水利署嘛探讲有水汽，早起伫汤圆的石门水库做好。8月春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早起7点外，伫集水区的范围内，小增雨验质，一定会搁增加10%的降雨机会。目前汤圆石门水库欠水率是30%。水利署是讲，桃点苗甲台中4个所在，拢是水情提醒的青色灯户，会加强调度，也会把握这届风面期间台面进行人工减雨。全台目前在过去24小时都有一些降雨在山区，降雨服务团经过评估，应该实施人工增雨，都会立刻来做。中气象署表示，3日开始水汽会增加，中部以北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南投山区受到对流分下真侪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礼拜到拜一是锋面上接近台湾的时阵，各地雨会较明显，尤其是中部以北爱严防熊熊的大雨甲雷公细呐。在中部以北都是有明显大雨发生的一个情况，那南部的雨势也会比较偏大一点点，所以在明天这段时间，降雨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一直到后礼拜2，天气才会好天，高温会到30度以上。后礼拜4清明节迄天会有另外一波锋面挖进，带来雨量。清明连续假期后半段的拜6，天气也是无稳定。按过后期的预报也是有无确定性，民众规划年假嘛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为着要培养新闻的人才，办理学生主播的培训计划，要选出10个学生主播来报上台语台上新的节目《公民咱的新闻》，嘛鼓励民众会当来加做台语台的公民记者，用台语来报道地方的大代志。每当的清明节进前，主办者就对这南部会飞到北部。学生穿西装，徛伫摄影机头前报新闻，这是公司台语台学生主播培训精选。37天是上尾仔的试镜，学生拢用无同的风格先自我介绍，刷落来现场报4条新闻。评审表示，参加精选的学生拢真拍拼，大家拢真有企图心，袂惊镜头，表现了真好。以因的年纪来讲吼，比足侪年个大来讲更较好，而且大家企图心真悬。我大部分我看到。实在是使我惊吓吼，我感觉讲，这少年人吼，有法度讲话讲遮顺吼，实在足难得的。我是感觉讲头拄仔的表现会当搁较好，因为我了有较紧张淡薄，家己的教无遐尼清楚。试镜现场摄影屏外口，侪学生手提纸报告，哪念哪记录，会当感受大家心情拢真紧张。台语台南部中心为着这届精选，有先安排拢总15点钟的课程，邀请主播、配音员等等，甲学生分享播音的撇步。要安怎甲华语的歌拢改做台文歌的技巧等等。学生讲上课了后，知影真侪台语的新词，也毋望咱的母语会当拖落去。有机会嘛，会希望会当来做台语主播。无机会嘛，不要紧，我就学着即届的经验，嘛回去，想要甲这台语放入生活内底。语法也是一寡用词顶面拢爱各有调整吼，因为华语甲台语有争差，我是感觉即边课程内底学着上多是即个部分。71位报名学生，敢若有24位通过审评，通参加培训课程。最后阶段的试镜会阁选出10位学生主播，因会参与未来台语台上新的节目《公民咱的新闻》的主持。这个节目按算6月会播出。记者钟义辉、顾昭勇高雄报道。来看今年的全国两局选上者轮椅保龄球锦标赛，今仔伫中华举办哦，计共有10个县市80外个选手参加。主办单位希望讲透过比赛，鼓励新上者互相交流，嘛享受运动，增加自信。选手伫家己球道集中进行全新比赛。2024年全国两局选上轮椅保龄球锦标赛，30伫中华县举办，计共有10个县市80外位选手参加，要来比拼球技，互相交流。我受伤已经40年啊！我20几年前吼，我就开始拍桌球，打完桌球了后，我去拍保龄球。这保龄球的运动吼，是真适合咱坐轮椅的。我们身障者坐轮椅以后，其实能够运动的项目很少。那如果可以在室内不用大太阳这样晒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轻轻松松练习上半身强身体魄是蛮不错的。由中华县两局选上中建协会主办的轮椅保龄球比赛已经办第10多冬，但年拢有不少选手参加。主办单位表示，
拍保龄球唔会使练手的气力，对身体嘛真好。因为你脚受伤了后，我就无方便行，手一定要顾好，所以用手来练手。这方面是讲练这个肺活量，大家莫讲伫厝密伫厝安尼无行出来，肺活量就愈来愈差。说办这个活动，让大家能看到这些身障朋友需要哪一些资源，无障碍空间啊、无障碍坡道啊等等，还有这些可以参与，让他们参与的运动。主办单位表示，除了保龄球比赛，其他县市也有举办地方篮球、射箭等等全国性的比赛，希望鼓励身障者加运动，卖当透过比赛联络感情。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在国内骑铁马运动5路的人是愈来愈多，网络嘛有不少讨论的平台，互大家互相来交流。台语台青春的来望，下暗7点半特别带乡亲来看一寡少年人，因想要发展出属于咱台湾的铁马文化。脚踏车伫山林来来去去，技术挑战无共的路况。即马国内运动风气是愈来愈兴。民众嘛开始投入脚踏车的运动，互民众会当出来室外，有铁马环岛，嘛有公路竞速。亲像即阵越野脚踏车的优质，除了交流车辆专业的知识，更较重要的是要家己开出越野的路线。咱3、4、5个人有甲搅起来，钱塞入石头里面，等下脚踏车落来的时阵吼，较袂骨。不管是你的视觉。不管是你的身躯去感受到迄个路面的迄个震动，甚至阮的飞跳，互你感觉一直骑袂先啊。脚踏车运动的风潮兴起来，嘛产生脚踏车的网络媒体，就亲像巷仔口车，原底是一间贸易公司，发现脚踏车产业之间的资源其实是会当互相补偿，所以头家多挂业务创立媒体，报道铁马的趋势甲活动。因为做贸易商的人，常常拢会熟悉迄奇奇怪怪的朋友。这群人常常伫 complain 的物件，其实只要右手的人在抱怨的事情，左手的人明明有一些资源可以去帮忙，但是他们就常常会串不起来。巷仔口车协助扩大品牌之间综合的效益，互台湾的自行车在国际上更较有竞争力。现在伫街头巷尾脚踏车店，是见证台湾发展的历史。一台老车承载一段温暖的故事，这嘛是这店头家唔敢放手的原因。暂时安尼拍，如果你头前的咱去行伊这伊还是快的，没事，伊使装油的。足侪人会来讲，头家我即摆歹去，我规个地图翻开拢无空面车店，一只车我顶下阁有一个人家伫北投拖到遮来，嘛对市政府再阁送过来，一路一直送，两辆的脚踏车承载真侪台湾人青春的梦想，嘛骑出人生的精彩。巷仔口车串联产业的资源，互脚踏车研发制造会当更较创新。嘛因为有这爱车的人，台湾会继续打拼出家己铁马的精神。记者陈孝定、吴一修台北报道。明仔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A 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爬行有速度。看到车友笑眯眯吼，这就是支持阮13年来拍死无退动力啦。
前是我们讲说台湾制造 ，Made in Taiwan。那我现在说 Brand from Taiwan。设计师追求体美梦想，原本是给小朋友做巷口车，让大家有一个串联的部分，会使甲彼此联系到。这样子对不对？伊会晓开踏车迄个时阵啊，伊感觉讲伊是自由的。你有交通违规，你搁徛出门，警察就甲你抓落。巷仔口的静静守候，点点服务咱的台湾骄傲。因为青春，所以有梦。每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去合作社的路上，我看到涂骹有雪石，而且菜瓜布把这旋就安尼撸前去，啊摊着，我若把这旋石，我就等去厝内底，甲这旋石放伫我册包啊。